2025年10月19日晚，由加拿大行武禪智協會慈善機構主辦年度原創文化盛典這個大型原創舞台劇暨素心慈善晚宴，在列治文市何石劇場隆重上演。現場嘉賓匯聚，燈火如年，掌聲與發起交織成光明海，大家一齊見證咗一場禪理哲思智慧、藝術美學、中國功夫、傳統文化與慈悲公益嘅盛會。大型原創舞台劇是行武禪智傾力打造的原創文化品牌，4年來一直堅守初心，行穩致遠，步步升華，不斷創新，與素心慈善晚宴相結合，通過這種獨特的形式，匯聚各界愛心，共襄善舉，為籌建加拿大行武禪智添磚加瓦，並將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發揚光大。